蛇齋餅糭，蛇齋餅糭，我哋唔希望香港嘅區議會變成只係蛇齋餅糭掛帥嘅派福利、派實利嘅一個平台。開動喺香港嘅選舉機器，蛇齋餅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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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留住一個正在當責嘅大律師或者一個工程師，要佢每天用10個小時喺區裏邊做咧。如果你越嚟越係蛇齋餅糭嘅，咁你揾個年輕嘅專業人士落去，我都覺得說唔過去。一齊打破蛇齋餅糭嘅神話。我哋係公民黨，我哋係打正旗號嘅民主派，我哋唔會扮乜扮乜。我哋不會用蛇齋餅糭嚟換票。事實係我哋係冇蛇齋餅糭㗎啦。講一套做一套。事實上咧，公民黨咧係講一套做一套。